7月4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循規蹈矩、好踏實、好穩重嘅人，做事好認真，每一個細節咧，你都會考慮得好周詳、好有計劃，非常之重視自己嘅經驗，而你亦都會將你自己領悟嘅嘢咧，融入喺你自己嘅生活同埋你嘅智慧當中。你人狠話不多，唔中意出風頭，有強烈嘅責任感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正直認真嘅個性會體現喺你愛情當中。你唔係好擅長一啲好細膩浪漫嘅愛情，只要你中意對方，你就會一心一意咁樣對佢，絕對唔會接受出軌同埋背叛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依然都會為伴侶奉獻你嘅一切，亦都會希望自己嘅家庭生活一絲不苟，做好你自己嘅本分。記得唔好好似對自己要求咁樣加咗喺小朋友嗰度啊。而喺性嗰方面咧，你亦都會比較保守。而財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係一個好努力嘅人，無論從事任何嘅工作咧，你都可以去到一定嘅程度。一啲需要專業嘅知識，加上你自己經驗嘅工作咧，會比較啱你，可以發揮你嘅所長。你嘅人生一定會非常之充實。而喺財運方面，你擅長理財，唔會嘥錢，你有穩健嘅財運，擅長一點一滴咁樣累積你嘅財富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係一個穩打穩紮嘅人，唔中意出錯。有好多時咧，諗法太過現實，忽略咗人哋真正嘅心情同埋感受。對於一啲無形身心靈嘅世界咧，亦都有少少逃避嘅傾向。但係反而一啲多感受性咧，可能會比較令到你身心更加平衡。可能透過一啲香薰啊、聲音嘅療癒咧，都可以幫助到你。